D4 Culture AI 笑爆你知冇禮貌。大丁食完午飯返嚟之後肚痛，媽咪問大丁：你係咪亂食嘢？你晏晝去咗邊度食飯？大丁痛住講夠未？媽咪好嬲話：你咁冇禮貌咁同我講嘢。咁大丁話：我話講夠未啊？媽咪話：你仲講？我話我晏晝食嗰間餐廳叫做講夠未啊？邀請大家訂閱 D4 Culture 頻道，我哋除咗 AI 動畫笑話，仲有綜藝、短劇。另外多謝以下贊助商，下次再見。